2017年，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总体目标，也为了加深中蒙两国的传统友谊，经过蒙古国红十字会友好协商，中国红十字会启动实施了天使之旅“一带一路”大病患儿人道救助计划蒙古国行动。当年10月10日至10月20日，首批12名蒙古国先心病患儿成功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完成手术，并痊愈回国。2018年11月24日，第二批19名蒙古国患儿抵达呼和浩特，入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接受手术治疗。12月2日13时35分，除1名患儿自愿放弃手术已回国，其余18名患儿全部成功完成手术。2年来，作为天使之旅“一带一路”大病患儿人道救助计划蒙古国行动的定点医院之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极高度重视此项救治工作。在红十字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内蒙古红十字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做好救治蒙古国先心病患儿的各项工作。从检查手术到护理治疗，从语言沟通到生活保障，形成了一整套的工作方案和流程。在以内蒙古首席心血管外科专家李伟教授及其团队的周密工作下，在医院各志愿保障团队的有效工作下，蒙古国先心病患儿在内蒙古的手术圆满完成。精湛的医术，周到的服务，让每个蒙古国患儿及家长体会到了新的新生和家的温暖。2017年10月10日至20日，首批12名蒙古国患儿的手术圆满完成。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新乐、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内蒙古红十字会、内蒙古卫生计生委以及医院的领导相继到病房慰问了蒙古国患儿。2017年10月，蒙古国红十字会秘书长保勒尔玛代表蒙古国红十字会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赠送感谢书。2018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第10届理事会第4次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心血管外科主任李伟，作为“一带一路”人道救助蒙古国先心病患儿计划项目中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志愿者，在此次表彰会中被中国红十字总会授予“一带一路同行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并荣获博爱勋章。2018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获得世界红十字会丝路天使荣誉奖章。中蒙两国山水毗邻，我们希望通过参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之旅“一带一路”大病患儿人道救助计划蒙古国行动，进一步弘扬红十字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增进两国友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